民进党台南立委补选候选人郭国文24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、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、台南市长黄伟哲、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等绿营重量级大咖齐聚。台南在的立委叶宜津、陈亭妃、王定宇、林俊宪及党籍议员也到场力挺。赖清德提到，这一场选举面对很多困难，有人脱党参选，造成分票危机，能不能胜利，在于支持民主的我们能否再次团结胜选。这一场选举不只是郭国文的选举，也是民进党能不能再被民众信任的指标一战。陈其迈指出，郭国文与他同属中生代政治工作者，脚踏实地，了解台南心声，学历好，担任过议员，又有地方及中央的行政资历，是值得台南乡亲信赖的依靠。黄伟哲说，郭国文是去年选战时和他并肩作战的重要伙伴，不止一起解决市民的问题，也一起规划台南的未来发展。各种台南市民的需求与对未来的期待，郭国文都非常清楚。黄伟哲强调，只有郭国文才能真正无缝接轨，接棒第2选区的立委，用最快速度营造更幸福的台南。卓荣泰强调，阻挡韩流的最前线落在台南这一席，民进党一定要团结合作，把脱党参选的票压到最低，让民进党唯一提名的郭国文能为乡亲服务。卓荣泰指出，2018九合一大选之后的忧心，台湾被逼到墙角，双北、台中、高雄等4都市长。既是9·2共识，又是两岸一家亲，从南到北连成一线，与中国势力相互呼应。中国政治力直接影响台湾的政经与安全。卓荣泰强调，台南一向是台湾民主前进的指标，此次立委补选，国民党势必复制韩国瑜模式，结合中国势力强攻下这一席立委，造成台南民主的缺口，合谋2020总统及立委大选。因此，3协县16的选举是台湾民主能否继续前进的关键一战。郭国文说，他就是农家子弟，小时候看着父母采凤梨、收竹笋的辛苦，更能体会农家的辛劳。他如果有机会进入国会，第一个要推动的就是改进农产的销售机制，让农民的收入能实质增加。316这场立委补选是非常关键的一役，民进党在台南一定要赢，这是台湾主体意识的选战，也是守卫台湾民主与台南发展的意义。